这位来自屏东客家乡镇的中小企业创业家王少奇，受淡市客家事委员会邀请，才向所有报名乡亲讲伊如何开创家己的一片天。除了透过讲座来分享伊的生命故事，客委会嘛希望结合咸菜馆、咸猪肉等客家风味食材，甲欧式的特产美食融合做伙。互市民听讲座以后，嘛一面品尝客家创意料理。我们在这4场的系列里头呢，都邀请了跟餐饮业者有关的客家人来把客家的食材融入他们原本的料理当中，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是在台南有13万多的客家人，其实相当多。那如果他没有表明身份没有主动说，我们大概不晓得。所以呢，我们邀请他们来，就他们自己本身的历程也好，专业也好，来说他们的故事。所以呢，就有讲座加上美食这样的构想。那这是第一场。那我们从餐厅到庶民的生活客家的年菜，这些都有，所以蛮受欢迎的。我们的市民朋友很快就报名进来这些都要收费的哦。注意表示，现场所有报名的人一半以上并不是客家的乡亲，而是热爱美食文化，而且只推出报名真紧的杂志，卖当感受美食的吸引力。该系列活动总共有4个场次，除了展现客家文化的内涵，嘛希望凸显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甲包容。但新闻管制何乔芳采访报道。